環境咁好啊，你話有咩辦法唔靚啊？咁啊，農曆3月初3咧就係北帝誕嘅。咁沿海地區生活嘅人啊，我相信一定對北帝呢個名係唔會陌生嘅。咁啊，畢竟咧水順就等於財順啊。咁到底喺廣州啊，可以喺邊度擺得到北帝咧？就係我身後嘅呢一度仁威祖廟啦。因為相傳北帝係掌管水嘅神奇，所以好多人都會拜北帝嚟祈求風調雨順、安樂無憂嘅。仁威祖廟位於廣州荔灣區，面對荔灣湖，係泮塘欽州18鄉最古老、最大嘅廟宇。仁威祖廟香火鼎盛，有求必應，同佢嘅地理環境同埋講究嘅建築設計係有莫大嘅關係嘅。咁到底有咩玄機呢？原來啊，古代宗教建築多數係採用紅色作為主基調，以綠色、藍色、黃色嚟作為配搭。但仁威祖廟咧，佢係用黑色作為主色調嘅噃，再加啲青色啊、綠色啊、白色作為配搭。佢之所以要用黑色作為主色啊，係因為本身仁威祖廟嘅建築裝飾同埋使用，通通都係同水有關嘅。首先，仁威祖廟咧，佢就係起喺荔灣湖嘅北面。喺傳統文化入邊咧，北方係屬水，水就係代表黑色嘅，所以咧用黑色作為主色調係非常有講究嘅。除此之外，廟入邊嘅所有木門木柱，大家見到佢都係黑色嘅，包括古代才子送上嘅題字啊、梁房啊，到屋頂嘅5級疊階梯形烽火山牆啊，都係黑色嘅。色彩咧，佢雖然係以黑色為主，但係秉承住相生相旺嘅原理，仲使用咗同黑色相生嘅色彩，例如青磚牆嘅青色、琉璃瓦嘅藍色，同埋黑色都係屬於水木相生嘅格局。而花崗岩嘅白色、潮州木雕嘅金色同埋黑色搭配咧，就係寓意住金水相咸啦。而呢啲顏色嘅搭配啊，既符合咗水神嘅特性，又同時兼備五行相生嘅基本原理。環境咁好啊，你話有咩辦法唔靚啊？俗氣啲講句，你北帝住得舒服啲啊，幫你都落力一啲啦。咁啊，最後俾大家一個小貼士啦。其實仁威祖廟啊，你去求子或者送走啲爛桃花都特別靚嘅。